們來到了這個劇場，它叫 C42。所以這個劇場樓上是一個 black box 的劇场，它樓下是能排練的。所以有時候我有跟不同的剧团會來這裡排練。第一次來這裡的時候應該是2017年吧，所以已經差不多9年、10年了。覺得好像跟我的劇場生涯一起成長，學什麼東西的時候，排練什麼東西的時候，都是來這裡。如果是跟一個專業的劇團的話，我們排練就是差不多一整天的，9點到6點，就星期一到星期五就是這樣排差不多1個月，那就上場了。如果是跟我就是那些下班以後才去劇場的那些人，我們就排得比較久，因為尤其是音樂劇，因為你要排歌，你要排舞，你要排戲，所以就很多東西排，所以就排得比較久。你上班之後，你就要去排練了。排練開始太早的話呢，就可能沒什麼機會吃到飯。剛好這裡附近有美食。哇 ，he really okay, thank you. 我们有点那麼多啊？沒有。他請客。I think so. Yeah. 我們排練之後，我們有時候沒吃飯，所以我們就會需要吃宵夜。所以這幾檔都開24小時，所以我們平時都會來這裡吃宵夜。那我們今天點的？我今天點的是我平時吃的，就是這個印度煎餅和一粒雞蛋，所以叫 egg prata。有時候有些人會覺得排得太累了，然後他們就不排了。對，可是其他人就沒辦法咯，就一直做下去。我認為我們這麼堅持，是因為我們對藝術和戲劇有點熱愛。畢竟我們也是下班之後決定做這些東西的，所以我們對這個戲劇會比較哇，一定要堅持到底啦。所以不管多累都會就做到完咯。第一次在這裡表演的時候，就覺得哇哦，感覺好像是專業的演員，因為有打燈，有一個專業的導演帶我們鋪路。我們那部戲，觀眾都坐在我們在台上，到處都是，所以我們走的時候會跟觀眾擦肩而過。所以演完那部戲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哇哦，希望觀眾也能感覺到這部戲是挺特別的。